你知唔知啊？香港有一種人一直努力慳錢，但係反而累積唔到財富。明明人工唔低，每個月都有儲錢，5年後銀行都係得10幾萬。但有啲人收入差唔多，資產已經多你幾倍。問題係，當你一直努力慳錢，但往往慳咗喺錯嘅地方，慳翻嚟嘅代價好大。今日阿黎會講下香港人最常忽略嘅4個慳錢錯覺。聽完之後，快啲睇下你有冇試過其中一個。歡迎嚟到阿黎投資功課。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。等我陪你由零開始，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。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，不構成財務建議。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。第一個錯覺就係為咗所謂嘅多買多送優惠，不經不覺令你使多咗錢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本來只係想買200蚊嘢，但係當打開某個網上超市 App， 見到廣告寫住買滿1000蚊8折免運費，又或者一個獨立包裝1人份量嘅麵包要10蚊，但係一條長條麵包只係收15蚊，除翻開重量，買多啲會平啲啊。於是你就開始諗，不如買多啲啦，橫掂都有優惠。結果本來唔需要買嘅，食唔到咁多嘅都買埋，而且買嘅日用品食物係會到期嘅，例如係護膚品同麵包嗰啲。結果買多咗嘅嘢去到期都食唔晒，到頭來變壞咗都係要掉走。所以好多時啲優惠係令你使多啲錢嘅陷阱，令你買咗一樣本身用唔着嘅嘢。解決方法就係用得着先好買，計下為咗優惠浪費咗嘅錢究竟值唔值得。另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團購，問下周圍嘅同事、隔籬鄰舍、屋企人有冇嘢要一齊買，去拎個優惠翻嚟。有啲供應商會有團購嘅優惠，美國嘅 Costco、內地嘅拼多多就係用團購去向供應商壓價，減少成本之餘又唔會造成浪費。不過我認為最恐怖嘅錯覺係嚟緊呢個錯覺。第二個錯覺，以為凡事親力親為，唔請人幫手就以為慳到錢，點知往往隱藏成本。香港人好中意一句說話，自己做到嘅嘢做咩俾錢人賺？佢哋中意自己砌家私、自己報稅，甚至屋企啲裝修都諗住自己搞掂。表面上好似真係慳咗幾百幾千蚊，但係花費嘅一來係自己珍貴嘅時間，二來更加係犯錯嘅成本。例如有啲業主明明周末啲時間應該用嚟休息、補充體力應付下星期嘅工作，但係見間屋有啲維修上嘅問題，例如漏水、天花板甩灰等等，結果為咗慳錢，自己擒上擒落補油漆、整冷氣，點知年紀大，身體冇咁靈活，好容易有意外受傷。慳咗嘅裝修錢都唔夠俾醫藥費，又或者有啲人做生意盤數好亂，唔識執，但係為咗慳少少錢，唔俾會計去賺，自己又唔識，將盤數亂咁做，後果輕則漏報幾項扣稅項目交多咗稅，重則俾稅局懷疑逃稅，所產生嘅罰款比一開始請個會計職員嘅人工仲多，呢啲就係隱形成本。所以大家應該將時間留翻俾自己最擅長、最有價值嘅工作，其餘可以交俾更專業、更有效率嘅人處理，避免因小失大。所以真正慳大錢嘅唔係你慳翻幾百蚊，而係你慳翻幾十個鐘頭同埋意外嘅風險。如果大家中意阿黎製作呢一類理財嘅內容，就快啲俾一個 like 同埋分享呢條片啊！第三個錯覺，如果儲錢嘅方式係就咁擺喺銀行，其實你越儲越窮。好多人好中意將錢擺喺銀行，連定期都唔做，覺得銀行最安全。安全係冇錯，但係另一個問題係今日嗰1萬蚊同10年後嘅1萬蚊可以買到啲乜？如果銀行存款1年利息得2厘，但通脹有3厘，咁你嘅錢雖然冇少到，但購買力其實每年都跌緊。如果通脹每年係3%，30年之後100萬購買力可能只剩41萬左右。更加過分嘅就係錢係可以被印出嚟嘅。美國聯儲局可以印銀紙救經濟，副作用就係通脹，現金繼續貶值，資產就反而升值。你望住銀行戶口，好似越儲越多，但實際可以買到嘅嘢反而越嚟越少，購買力於是慢慢蒸發。當然，我唔係叫大家唔好留現金，緊急基金一定要有。但如果所有錢都長期放喺銀行，咁你可能一直默默輸緊俾通脹。雖然銀行戶口嘅數字冇跌，
但你嘅購買力其實日日咁跌。想重溫翻乜嘢係通脹，可以睇翻呢一條片㗎。解決方法，我認為就係做資產配置，保留足夠生活嘅應急嘅現金之後，然後將啲錢買其他資產翻嚟，可以係債券、股票、貴金屬或者係樓，視乎你嘅風險承受能力。如果你嘅風險承受能力唔高，就可以投資貨幣市場基金。想知呢類基金係啲咩嚟嘅，可以睇翻呢一條片㗎。其中富途現金寶就好方便嘅，自動幫你買貨幣市場基金。如果仲未開富途戶口，可以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，迎新仲送 SpaceX 或者匯豐股票。第四個錯覺，人工越高反而越窮。呢點聽落好似好矛盾。升咗職，自然人工高咗，點會仲窮？但其實呢個現象有個名，叫做生活水平膨脹。假設 A 小姐本身住公屋，月薪2萬蚊，每個月可以儲4000，幾年之後加咗人工，人工去到4萬幾5萬蚊。正常嚟講，人工加咗應該可以儲得更多。但有啲行業升咗職之後，人工一加，拎到嘅社會福利少咗，使費多咗，反而仲儲少咗。例如 A 小姐由文員仔升咗職做經理之後，搞到工時好長，要租 office 附近嘅樓去節省交通時間去休息。咁寫字樓附近嘅租又唔會平得去邊啦？呢度多咗一大筆租金支出，然後仲要建立自己嘅形象，就開始請下屬食飯鼓舞士氣，換靚衫就為咗去見客，甚至為咗應酬，使咗唔少錢出入高檔場所。最後升職收入增加咗，但係支出原來增加得仲快。結果每個月剩翻嘅錢同以前差唔多，甚至仲少。所以真正嘅問題唔係你賺得少，而係消費都伴隨住收入一齊升。呢個現象比較難解決，唔通叫你唔升職咩？唔係話要斷絕朋友關係，而係選擇更高質量嘅相處方式。與其去酒吧消費飲酒，不如一齊去行山、跑步等等健康又實惠嘅運動。一來促進自己嘅健康，二來呢啲活動唔使點樣使錢，就變相慳錢。加人工未必令你富有，控制生活膨脹先有效果。另外，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你買資產去減低自己嘅消費，例如係買一層樓去自住，去對沖自己居住所產生嘅租金成本。如果你係 A 小姐，你會唔會升職或者買樓呢？阿妮覺得慳錢雖然係好習慣，但係都要慳喺正確嘅位置嗰度，拒絕盲目慳錢，追求性價比呢3個字。總結一下，好多人因小失大，為咗慳最表面嗰啲小數目，而忽略咗衡量支出嘅性價比。而我呢，就自己整咗一個表去分析自己嘅支出，分析自己慳喺邊啲位係慳得好，邊啲位係慳得唔好啦。以上4個錯覺入邊，你中得最深係邊一個啊？留言打一個數字，話俾我知啦。最後要多謝會員 Jackson Wong KY King Fai 2112 Cliff Fan 8716 John Lau 2397 Lau Andrew 9481同埋支鴛鴦支持上次影片。如果呢條片對你有用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阿妮投資功課，我哋下次再見。